我们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。今天师父讲一个公案来给各位大家解解法缘。有位江苏丁居士，他的父亲杀猪60年了，后来因为业障现前，住院动手术。自从他开始念佛，一直无病无痛，自己知道时候到了，89岁就往生了。在1996年，这一位丁居士把他爸爸妈妈接到县城来住。有一天早晨呢，他的父亲看见他在拜佛，就问他：“你在干什么啊？”丁居士就说：“我在拜佛念佛啊。”父亲又问：“拜佛念佛有什么好处吗？”他的儿子就讲了一些简单的佛理呀。父亲一听，马上就下床跟他一起拜佛。这个时候，丁居士就劝他说：“哎呀，天气太冷了，等太阳出来暖和了，我们再来拜吧。”父亲就说：“不行不行，我现在就要拜。”两位老人家住了几天就回家了。儿子告诉父亲，回去以后你要记得哦，一定要拜佛。拜佛困难的时候呢，你就念佛，口称佛名，比拜佛更容易，更殊胜。他的儿子送他一个念佛机啦，告诉他口念耳听都是一样的，不要间断哦。到了1999年的秋天，他的二弟打来电话，就说了，父亲已经4天都没有吃东西了，也不跟他讲话，整天都躺在床上啊。下午，丁居士赶回家了，父亲就说：“我知道你要回来的。”丁居士问他说：“爸爸，你哪里不舒服呢？”老人家说：“我好好的，没有不舒服的地方。”二弟刚好在一旁也说：“爸爸这几天一直在睡觉，也不讲话。你一回来，他就好了，真奇怪。”丁居士请医生来给父亲吊点滴，父亲就说：“我没有病啊，要挂什么点滴啊？给我受罪，请医生回去吧。”说完就不讲话了，只是念佛。下午，他的父亲就对丁居士说：“我要到主屋里面去睡，地下要用稻草铺垫，睡得比较舒服一些。”亲属们都不同意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老家来讲，只有人要临终的时候才这样做的呀。结果丁居士就劝大家按照父亲的要求去做。上午父亲喝了3次的水，就一直在不停的念佛。下午1点钟就安详的走了。3天以后火化的时候啊，他的面容没有一点点的苦相，全身非常的柔软。街坊邻居大家都说：“哎呦，像丁大爷这样自由的走，从来没见过啊。”各位，这一位老先生接受了他儿子的建议，开始念佛，一直念佛珍惜时间。他觉得以前都是虚度光阴啊，没有好好珍惜去把握它。结果知道了，原来拜佛是阿弥陀佛要来救度，满心的欢喜啊。因此他赶紧认真的拜佛念佛。最后他临命中顺利得到阿弥陀佛慈悲的救度。阿弥陀佛要救度念佛的人，你顺他的本愿，他绝对不远离你，不放弃你的。所以老先生最后很安详，全身非常柔软，脸色非常好看，很自在的跟着阿弥陀佛离开了。他杀猪60年呢，罪恶这么深重的人，佛永远都不嫌弃他。所以我们凡夫众生，不管你的罪有多重，你的业障有多深，只要你有信心，好好的念佛，诚心的忏悔，一心念佛，佛从来都没有离开你的。所以最后能够满他所愿，很顺利安详的离开人世间，往生西方极乐。我们深感高兴，佛这么慈悲对待我们众生呢，是无微不至的在体谅着我们众生，关心了我们众生。我们很感恩他，非常感恩阿弥陀佛将这个公案提出来，跟所有世界各地的莲友们大家一起分享。南无阿弥陀佛。